香。两位厉害的大师，换好妆。要换第二套发型跟服装有些许的改变，还要拍这个鞋子。第二套换完了，可以吗？有吗？可以。帅吗？有点敲人。大家的位置。脚后侧，是吗？给我们再个来，第三套，头发要吹掉。正浩恢复精神了，他的元气回来了。现在是浴袍。是。好香。太开心了，因为这群艺术家们